请 BMW 来做结婚大队。哇，这日子收过好啊，大家拢要嫁娶啦，请无？你要我娶什么？要来娶某？娶什么？娶什么？牛车。牛车。凤仪，你的老公来了，凤仪啊，莫叫啊啦，你牛车收班啦，就说你真叫后羿来把妹夫咯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伊在讲青龙。无讲道理，伊讲条条在伊几3工，伊真路反悔，2工拄只娶去尔。为何你如此？我情在太我叫你莫讲我关你困难的吗？啊，哪安尼哦？你拄青龙，毋是讲伊3工后要来娶，为什么2工就来啊？啊，伊讲伊是青龙啊，伊开条件啊，我要3工，2工啊。哦，意思就是讲伊会使自由发挥。嘿，若做官的安尼。好，我问你，阮红衣龙带去偌久啊？差不多出门吼10分钟尔，你免惊。红衣是我的某，我已经讲好势啊。你嘛是欢欢喜喜，用情言书，我要甲嫁互我绝对甲抢做转来。我无可能用迄只狗，占着伊任何的番禺，你懂我？我即摆10万回去。